人。这首歌曲轻松吼。来，这呢，这首歌有张仁美姐姐，还有咱郭先生，还有川哥，咱甲咱所点的吼。来，这首歌曲呢，好听轻松。来看芳龄甲江玲今仔日意思佫足好诶。嘿啊，意思佫足好。你看卖，爱吼，身体是大人，身体拢爱保重，包括电视机前，咱这大兄大姐，咱这阿公阿嬷，咱这爸爸妈妈，恁身体拢爱保重哦。像讲这2日啦，温度今仔就差足多啊，对无？是啊。像尤其是阴暗的时阵呢，阴暗的温度会来到7度，北部的你地方。讲穿帽拢戴起来。嘿啊，你看嘛。穿围巾的时阵都拢包起来。差无戴手套尔。我甲恁讲，为什么今仔安尼？今仔我们特地戴帽子、戴围巾。你若看到芳龄甲江玲啊，对啦，我的围巾啊去摕出来。啊，阮囝吼，顶日来买互我迄帽啊，旧年买互我的帽啊，旧年也无寒着对无？啊，紧去摕出来。吼，你若讲安尼有时阵呢，伫厝内底哦，嘛足严的对无？帽啊嘛是爱甲戴开。我顶讲有讲，佫提起一摆。是。吼，你衫裤穿真少对无？对。吼，啊骹嘛包条穿袜啊。是啊。吼，甚至挂像这个手套啊。但是这个头的时阵吼，你若如果来讲，到这个曝光伫咱来做这冷空气的时阵，这个头会真冷，面会真冷，啊，这头是真清皮，内面嘛有血筋啊，对哦，咱内底温度拢直直位头。啊，即摆这个血路循环来到这个头部的时阵，因为你无甲包起来嘛，无围巾，无底无爱身，伊较冷的时候血路循环，伊会冻掉咧，会塌掉咧。啊，往往就是这个眉角啊安尼尔，吼，引起着讲像这个血塌啊中风啦，啊，所以讲特别都要注意安尼。除了讲身躯咱身体穿个少以外的时阵，吼，咱的骹手尾啊、头壳嘛共款爱甲保护掉啊，吼。祝大家呢，啊，即摆这寒流的时阵，拢总爱真平安。吼，啊，大家咧吼真平顺度过哦。对，今仔日吼是小可较冷咧，明仔载佫较冷咧。哦，啊，所以讲啊，观众朋友拢总吼个位数的啊，新北市啊7度的啊，吼，啊那外观，我咧讲哦，金门8度，连江县3度，啊，一定嘛，伊海岛嘛。新店哈，新店有7度，吼，啊，咱中华县咧9度，我即摆甲恁报上低啦，吼，啊无啊屏东还佫有11度伫咧，啊那台东花莲这边啊，台东6度，哦，台东这边10度，花莲8度。新吼就这个海风寒流所渗过来，啊，所以讲就这个后边的先是中央山脉嘛，所以讲伫遐较冷，迄是一定的。所以讲嘿，观众朋友，围巾较冷吼，无啊，今日甲摕出来啊，是，好来，安尼咧，老师准备咱今仔安排歌曲，啊来导播甲我揪倒转，拄则偌济人甲我拍谱啊。嘿啊，看到芳龄的时阵，心情拢轻松吼。我嘛足轻松，大家拢轻松，拢快乐。好，谢谢你们哈。来，忠信大哥，谢谢宏源的董先生，来信忠大哥，我有看到你啦吼。来，宏源咱的江大哥、剑山大哥，谢谢你。嗨，来玉林妹妹，咱的崇德大哥、蒜菜朱阿姨，谢谢。高雄蔡太太也看到你了，够咱小港的张贤大哥、邦桥的张大哥，咱的吴明忠大哥，谢谢你。新增林大哥、广公阿姨啊，谢谢邦桥陈大哥，咱的国龙大哥，美丽还是谢谢哈。来，中国灯大哥683新朋友，蔡梅子姐姐，咱的黄清靠大哥，谢谢咱的787吴大哥，你的掌声哦，谢谢。来，今嘛导播安尼好啊吼，好来，今嘛要来拍开后边这个点歌的时间，头一首歌去安排。爱情的骗子，我问你。爱情的骗子，你的良心在哪里？好，来，这个叫做爱情的骗子，我问你吼。第2首歌曲来，阮的故乡南都。波多故乡，怀念阮的乡里，我的故乡
南都这个歌曲较特殊，我一边来甲做演奏曲的，吼来甲带入安尼，佮加上嗰种本土的这个气味，小等你听就知。好，绝对俾你感觉讲，哎，真正足有台湾味的。要较来咧，等下要认真甲你听。免轻松听就好。来，第三首《南都玫瑰姑娘》。黄昏电话摇摇动，我就来叫伊赶着红花娘。嘿，来啊，第四首用生命所爱的人。你是我用生命所爱的人，如今叫我放弃，绝对不甘。过去你甲我感情大车重，为何随时关面将我来放？来第五首送君心绵绵。一路来送郎君到车头。伤心的珠泪也不愿现落流。好，第六首，啊哈，心事梦。海面春烟白茫茫，孤单的人心冰冻。这首歌曲有足侪人观众朋友介意，尤其是阮的谢太太。阮谢太太呐，大概唱歌拢唱这首。谢单恋女士。是吼。你叫伊名，迄阮阿娘啦。好来。会记哩吼。哎好来，第七首《风吹风吹》。有人是无现踪，有人被风笑憨。恋的船水飘来飘去，想你到这空洞。风吹，风吹，放风吹的风吹啦。是哩。哦，用这个风吹，这个安尼吼，安尼，你甲丢大下，惊伊飞掉的，啊，毋甲牵到暗心，惊伊嘛怎断掉的安尼。牵伤安尼断掉去。啊，你爱哪放，啊，所以讲有当时啊吼，感情爱安尼，像咧放风吹共款。嘿，唔好叫伤暗哦。用着这个放风吹来甲写成一段歌曲，傲到天才，啊，佫真好听呢。好，所以等你欣赏看卖。好的 ，OK， 来，东龙大哥好。东龙大哥，嘿，爱请我笑哦。啊，你今仔要听倒一首？第三首。南都的玫瑰姑娘。好，甲你写开哈。OK。好，好。来，洪元栋先生好。嘿，好，今仔要听倒一首啊？我听第二首。好。好，谢谢档诶哈。好，来。明忠大哥，明忠大哥好。嘿，你。上君心绵绵。好，甲你写开哈。 OK。谢谢明忠大哥，爱请我笑哦哈。好。伊朗大哥。第四首哦。用生命所爱的人。好，啊，家说问好哈，好。好 ，OK， 无问题哈，好。哎，你好，来，我的精力，我的线拍干。来，咱即下来要来敲电话的时阵，是敲咱即个现场的专线电话83263178326327，介意的歌曲，再甲点开一个人点一首就好哦，吼，特别介意一首甲点开哈，来，喂，来，住伫台南的徐大姐你好。谢谢，我要听第三首。哦，你哦好，无问题哈。好，这是咱徐大姐哦哈。好，啊，请我笑哦嘿。好，来，英和林太太好。外面小姐有安香莲先生、帅哥美女两位好。好。我要讲第六首啊，就是希望。啊，好。哎，你等下请我笑哈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好，来哟，高雄蔡太太。你好。嗨，蔡太
太太好，蔡太太，你今仔想要听倒一首？第一首哦。爱情的骗子，我问你。好，蔡太太好，爱情小保重哦嘿。好，谢谢好。吴大哥，来破处的吴大哥你好。大家好。嗨，吴大哥好。好。今仔要听倒一首歌？有戏命做爱啦。哦，好，安尼我来写开哈。OK。好，保重，谢谢。来，阿信姐姐。有。阿信姐姐，你大家会风较透哦。大家有哦，风蛮正透。对对，啊，你穿着小小吼。啊，甲穿个小。好，高阳顺手顺到海口。用性命所。这是阮的阿信姐哈，特做安排哈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好，来哦，保养的张妈妈。张妈妈，你迄边风嘛盖头呢？你系阮这我嘛头。哎呦，吼。你们来过有保养啦。好。我先第二首，我的故乡南都。阮的故乡南感谢张都。妈妈好，平安快乐。来，明子姐姐。你好，两位好。哎呦，安南区的呢，安南区到第四首哈。用性命所明子姐姐爱哈，人。啊，请小小哦哈。好，来哦，剑山大哥。你好。啊，你即摆是伫做啥呢？阮咧伫点一条南都的回歌呢。第三首。好，谢谢剑山大哥哈，准时收看，谢谢。其实今仔日吼是无分中南部啦，无分海口所在啦，逐位拢感觉有冷，啊，逐位吼风拢总真透。所以讲吼，阮一个开场的时阵吼，就甲恁讲啊，地帽啊、围巾来围着，出门的时候一定要保暖，一定要注意保暖哦，哈。来，你好，新朋友呢？喂，你好。欢迎你。你好。嘿，大哥哦，你新朋友哦，吼，你今仔要听倒一首歌？第一首哟。爱情的骗子，我你住倒位啊？将军。将军台南。啊，台南将军哦，好。好，啊，咱大哥几岁哈？吴大哥哈，好，这算台南的人客啦，好，平安快乐哈！来北港，吴大姐，好，北港哦，风真透哦，爱保暖哦嘿。来，今仔要听倒一首歌？听第三首《南岛玫瑰姑娘》。好，南岛的玫瑰姑娘。这是大姐哦，哈，好的，谢谢。哎，啊，川哥。你好。川哥好。今仔要听倒一首？非常好，我今日听第四首。用性命所爱啦。好，夏凯瑶嘿，好，谢谢。来，陈妈妈好，陈妈妈。哦，陈妈妈，你有穿小小无？有啦。有哈。听爱情骗子。我问你好。OK， 第一首。谢谢啊。好，谢谢陈妈妈哈。好，大家都准时收看哈。玉玲妹妹。你好。嗨，玉玲妹妹，你今天要听倒一首啊？大溪州。上次给你们唱到的第6首《阿海休息吧》。阿海休息吧。好，来，这是咱玉玲妹妹哈。OK，谢谢。好，来，蔡江西姐姐啊。钢铁大哥哈。第3首。好，该下台哈。好，江西大哥哦哈。好 ，OK， 好，做安排嘿。来，阿姨哦。阿姨啊！你好，阿姨你好。阿姨好。好。阿姨，你今仔日爱穿我小哈，啊你穿我小小啦，唔好感到哦哈。好，温度下降，啊你今仔要听倒一首啊？第一。爱情的骗子，我问你。人我无甲你骗。问遐久啊，佫拢问无出来，拢无答案。拢无答案。系啊，迄孙已经拢足大啊。我手上看看找有答案无啊？好的，来，秀琪姐姐好。大家好。好。第一首。第一首啊，哦。爱情的骗子，我问你，有诶已经死无对证啊。安尼哦。系啊，人也碰进去啊。好，谢谢秀琪姐。你问嘛无法度呢。来，你好，8866，你好。你好，我要叫爱情骗子，我问。佫一个。啊，你住倒位啊？这个较少年。高雄要哪穿好？姓欧。哦，胡哦，胡好了啦。好，古月胡哈。好。好，谢谢你，拜拜。来，瑞儿姐姐你好。帅哥美女好。阿姐哦，你们第3首呀。好来，
南岛的玫瑰姑娘。安尼吼，来，咱这是咱的瑞儿姐姐哦吼。哦，你看，你那敢有江边啊？敢有海口？喂，你安南区敢有伫海口边啊？哎，我这较挖，对，较挖海口。哎呦，令哦吼，好，要保暖哦嘿。好，好，拜拜。好，来哦，文秀姐姐，文秀姐姐，好，我来点那个风第7首。第7首呀。风吹风吹 ，OK。啊，阮文秀姐姐咧点歌拢较无共款哦吼，好，真好听哈，谢谢你哈，文秀姐，好，要注意保暖哈，好来。哦，这寒啦，敢若看到基顶2字尔，就知海风真透。是。郭大哥。喂，你好。系啊。基顶算一个岛。基顶。南岛夜曲啊。南岛夜曲。哎呀，那你那边绝对冷诶，基顶冷哦。我这边较冷点。较冷哦，好，爱保暖哦。好，谢谢郭大哥哈，好，拜拜。来哟，郭大姐。我什么给你？咁唔知这歌，你点南岛夜曲呢？南岛爱情的骗子，南岛玫瑰姑娘，对啦，唔是南岛夜曲，我甲你写落去啊哈，好来，好，第一首好，哟，郭大姐哈，好，平安快乐哦嘿，好，来，老歌谢谢，头一首歌曲，什么歌？南岛的玫瑰姑娘 ，OK， 来，啊，无要紧，啊，我来爱情的骗子，我问你，我先唱，好不？哦，来，这2首比一人哦，嘿，老师，爱情的骗子，我问你，来，台南的，但是头一首我唱歌呢。啊，来，第4首哟，来，我来写开哈。好来，陈大姐，好来，第1首。我先啊，我先，你先哈。嘿啊，我先唱好啦，我都较含慢唱呢，较含慢唱，拢唱较头前。都翻起起来。嘿啦，啊，若较高唱，互伊尾啊，吼收尾安尼，人客较济安尼，坐较晏来，坐较会调啊。好来哦。啊，唔好我讲我含慢唱，你唱唱当人客走了袂使，我等下爱讲句呢。好，来感谢咱拄只广告阿姨啊，陈大姐、龙华大哥、丽梅姐姐，还有咱中国灯大哥、蔡梅子姐姐，我有看到你的拍谱啊，吼，青靠大哥，啊，还有咱的787吴大哥，叫恁妹妹，啊，恁咧拍谱啊，我有看到吼，683，谢谢。来啊，这首爱情的骗子，我问你，遮济人点？蔡太太，啊，咱台南头一届咱就算吴大哥、陈妈妈、月娥阿姨、秀姬姐姐、高雄。胡大姐啊，8866的吼，啊，过来郭大姐所点的哦，邀请全国好朋友共同欣赏收听哈。来哦，清唱哦。嘿，安尼，好来，唔知看你也好势未啊？好。爱情的骗子。良心在哪里？想你我亲像天边的仙女，讲什么我亲像古早。唱袂起了。你咧考我的功夫，来感谢咱玉龙大哥、宋启大哥、明玉大哥、信忠大哥、秀英姐姐、宜郎大哥大嫂的掌声，谢谢你们。
的掌声，谢谢你们。好，会喘。你今日无讨这个歌，所以讲是迄个调有较悬咯。我拄则夹足调，我夹足调，我嘛是唱屁股加紧。还是扬长不上去哈。双食指紧贴裤缝，你即摆是来个单兵的啊？即摆是来个成功的是无？咱做阿姐啊，咱做。但是你进前唱迄个啊，唱 A 麦无毋对啊。我知。今日较无用，无讨。我吼唱到全变干。谢谢。来，但是吼，但是观众朋友啊，下一段我虽然拄则唱了变干吼，但是我嘛还佫继续佫拼一站嘛吼，佫互我拼5分钟。因为即马爱广告时间，吼，你一定要甲我支持哈，来广告。咱即马甲咱介绍，就是咱的龟鹿鸵鸟精。即马吼要甲恁介绍，恁即马有买细组啊对无？有买即个中组。今仔甲恁推荐介绍，就是咱的家庭组，即马佫推出啦。但即个家庭组佫较优惠，吼！甲咱母亲节，咱母亲节是甲我买3大组，3大组是7盒差不多21盒嘛，吼，21盒甲你摕3组的钱，17,880块，咱再加送一组3盒的。这3盒无提钱对无？吼，24盒17,880块。来，这次年终大回馈哦，年终了嘛，哦，已经月底啊，吼，年终大回馈，今年公司再加送一盒。我每一盒拢总是1个月份的呢，拢总是60粒装的，而且送你的拢总甲你卖你的同款哦。啊，我外显开的时阵，拢是专利萃取的，专利。叫做保障，因为拢总是有
倍浓缩。对。观众朋友啊，咱有浓缩甲无浓缩差伫倒？啊，你要本地爱食8粒，即摆食1粒就有够啊啦。是。所以讲，你咧食芳龄，甲恁推荐介绍咱的龟鹿鸵鸟精，你一工若是保养，只要食一摆食2粒，安尼1个月份拄食60粒装。是啦。足好诶，真济时段食甲咱斗相报。恁吼观众朋友，恁捌食过着无？安尼我咧讲，阮即马要互咱这时段。食好诶时阵，健康要来报恁知。啊，恁来注意听，如果听起来，哎呦，啊，真系袂输咧，甲我讲我共款。恁电话甲敲通哈，来，即马呢，观众朋友来听咱这段健康报你知。人我照校人要问我，讲你食啥？我就食迄个大鱼大虾啦哦。我原底就是我主持我初中我都是阮两做清洁啊饼上哦，拢有种爱跋倒者无吼。啊，跋倒脚头拢会疼。啊，阮当时爬楼梯2站咯，安尼啊，爬袂啥会去人，即马算一站爬去啊。嘿啊，就是朋友来讲，哇，恁即马红仔某食啥？哪会食到安尼？我讲啊，食鸵鸟精，鸵鸟精足侪人咧卖，我讲无啊，你爱食100块，大鱼大虾呢。我甲你学落啊。安尼啊。我快放掉了。哦，快放掉啊。再练行路一直练3年了。食你夜餐后，我都放掉呀。讲吼，我是咧洗肾，你知影？洗肾了，嘿啊，食了即马较有力。啊，我都吼，我20几年前洗药剂，较早吼，啊，要眠床爬起来拢爬袂起来，啊，拢爱换，安尼才会起来。啊，即马吼，安尼脚头有家己就起来。啊，阮查某囝就讲你我一直较欠啦，你要买一个来食保养，阮查某囝。查某囝啊，甲阮后生啦，拢袂啦。有听到无？乖啊，单调诶。啊，搁有眠床爱有当时啊吼，第3个月。哦，3个月了，迄以前吼眠床有当时爱内咧几落摆才内会开，对无？迄有诶时段讲啊，要落眠床啊，遮简单诶动作。要爬开便所倒，啊，都有当时都已经足紧诶啊，才要爬开便所对无？啊，要爬开便所诶时阵，佫向讲佫内袂开呢，爱等下加坐一搭句啊，有当时啊。紧袂调，就是安怎紧袂调，啊，不怪都足侪时段讲奇怪，哎，伊咧困迄个位内拢有怎气味，讲无解迄个，迄都是紧袂调啦，啊，袂赴啦，嘿啦，所以讲互观众朋友来哦，互你起落落轻松诶，会撩人诶，精神会好诶，互咱会精，我咧讲这会当互保咱会精气神诶哈，细组毋捌买过来。观众朋友啊，你拢甲阮买一组细组就好啊哈，3盒2980块，啊若中组7大盒哈，7大盒5960块，甲我买家庭组佫较会好，家庭组25盒，25个月17880块，25个月，观众朋友你之前无去买，你若无买，像讲我这龟鹿鸵鸟精萃取的8倍浓缩，你买巨乐就好啊。较无2斤啦，较无2斤嘛，食2个月尔咧。但是芳龄即马介绍互恁的内底有龟鹿，加上鸵鸟精，佮加上 MSM 的哦。真诶，观众朋友食了了后，比个效果较紧，毋免抓，毋免掂哈，毋免抓，毋免掂，毋免温烧，方便炸出门，安尼拄60粒装个一盒。0800-815-0808-085181好，即马已经开始满线，来。满线时间，导播下来，咱互人客来敲电话就好。好，谢谢。你迄电话搁讲一摆，嘿，我来安尼，好，来，老师吼。老师即摆来准备歌曲啦吼，歌曲呢来安排这首或者用南都的美惠姑娘，东龙大哥、许大哥、建山大哥、郭大哥，啊，搁有咱这吴大姐，啊，江西大哥、瑞儿姐姐吼，拄则有甲咱见证的吼，瑞儿姐，谢谢你哈。来，要来听这首或者南都的美惠姑娘，啊，其他人客拄则电话即摆还小姐拢来甲恁接，如果你要找到芳龄的吼。你电话即摆会使卡，用工人唱歌线卡，我甲恁做服务，谢谢。叫伊看着
花蕊，青春的花蕊，摇来也摇去，亲像初恋的热情的玫瑰花。锁定起来，英文大哥徐爸爸、徐妈妈、月儿阿姨，9710，张传志大哥、李03大哥、基金郭大哥，感谢您的掌声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咱今天再次邀请来清朝达人黄教授来到现场。教授好。你好呀，大家好。教授，现代人吼，中风的啦，心肌梗塞的，包括讲安尼骹麻手臂的人，这么侪，哇，真正对饮食有关的呀。饮食对。譬如讲100个中风，你甲看吼，有80个拢食油炒较济啦。所以讲，这饮食习惯啊，就会当影响到讲咱的身体状况咯。是。安尼，如果若是安尼来讲，敢有什么物件会当甲做改善呢？你譬如讲，这个油炒食伤济，中风不但对心脏吼，嘛影响到啊，会无力啦，会喘啦，心脏会加疼啦吼。所以我报人家大哥大嫂吼，大家甲注意一下，就食这个西藏的红景天啦。红景天对，是这个只吼心脏有力，较袂安尼喘，袂安尼喘吼。你甲看，迄若要西藏游览佚佗，遐迄个导游都拢叫你食迄个红景天，不用啉的哦，用胶囊入起来，叫你甲食，食那个佚佗，爬山唔免行半路拢要昏昏的。就缺氧的问题啊。所以你甲看到西藏吼，遐个人吼，哇，你甲看。大家啊，拢袂缺氧，因都有咧食这个红景天呐，因咧外号做天树草，天树的青草啊，要互因咧，互因服用啊。所以遐人住遐悬啦，袂要缺氧啊。是啊，佫无一个心脏的问题，这就讲对心脏的啦。是。所以你若有缺氧啦，心脏若无力吼，你甲看像迄鱼啊咧饲鱼啊，你看鱼啊咧用碰扑啊，那个拍风呢，氧气啊，氧气啊，你若迄个莫大家关掉吼。唔免2点钟，迄鱼逐天嘛变多，所以你若袂使缺氧啊，缺氧伊头壳会疼，心脏无力，人的肾豆豆会疲劳啊，所以氧气啊足重要，所以要食红景天，绝对无唔对，是，就100对，你若是讲心脏真正都无力，
吼，啊，像安尼脚疼啦，喘袂起来啦，胃贴安尼胃开始偏来啊。我甲你讲吼，佮加一个日本的 Q10，还佫较好。哦，佮加上 Q10 的佫较好。迄大家嘛知日本的 Q10 是专门咧食心脏病啊。是，这公认的啦。大家拢知，大家拢知，嘿。这足好用的对吧？是。所以咱这大哥大嫂若有心脏病、心脏会疼、心脏无力、喘气艰苦，哦，啊，你个食红景天，佮加这个 Q10，哦，1:1中的。是。啊，若讲安尼回炉回靠脚会麻手会闭这。哦，这食红曲啊，嘿，纳豆、安康，这两项啦。系啊，这两项你个食吼，好，然后就回落的吼。会更硬化的人啊，安动安尼吼，啊规个咧筋都拢会揪筋啊，拢慢活来啊，来注意呢。迄位若这镜头尾会麻吼，啊骹底这镜头哪会麻？骹底麻咧擦吼，中风的前条要注意呢。迄然后吊着喙啊目睭搓吼，一个一手呢，嘿啊，有啥装手安尼搓呢？你甲喙拢做甲无半边咧。啊，佮外路甲你晒出晒太阳啊。是啊，迄一个月3万呢。唔好啦，爸爸妈妈，若要3万吼，请人甲咱晒出晒太阳吼，3万块吼，爱起来保养咱的身体，出国佚佗才对。对啊，系啊，若中风吼，也是在人讲无准你啦。对啊，今日细细甲你落屎落尿的，你算有效呢。你若不好的哦，甲你当拖用弄去啊，像啊这。无效啦，对啦，顾身体都足重要的。人生来身体健康哦，就是彩色的啦，顾用就对啊啦。对，所以讲咱顾健康就对啦。教授今仔咧甲咱提供的就讲吼，纳豆、红曲、红景天加一个 Q10。哦，1:1中的，这食会着吼，心脏病无你的份，是，中风嘛无你的份啦。一轮你嘛无你的份啦，嘿啦！哇，今仔真感谢教授提供这么好啊，甲咱观众朋友做参考，好，感谢，谢谢。谢谢。好，谢谢。那这种天气上惊就是心血管的疾病，心脏啦，吼，你点点疼刺，你都本地都有心脏的问题啊，吼，心脚会安尼喘啊。佫有讲你血路循环都无好，有人血油较重的这个血路问题，公路内底拢油啦，天高啊，敢若石沟底拢无清啊，路过卖普利拢啊，小心，免爱迷失网糖。平常时啊，咱坐伙人高年者吼，算超过60岁以上，你都爱注意着讲这个血路循环，伊像这个保养好甲歹，定期检查啦。过去的时阵呢，拢一寡像这益生菌，食一寡西药，伊这是安尼，是暂时甲你缀咧，暂时甲你控制尔，吼。你若讲咱像这个教授伫咧讲的时阵，这是保养。伊这个讲出医理甲药理，吼，你这个药理会捌的时阵呢，吼，这个锁匙就开啦。平时保养，你将像这个脚外垃圾清掉就袂使网糖，你有同意无？你将像这咱体内面这个血较靠较多垃圾血油真济甲清掉的时阵，人伊的心脏都无安尼喘甲惊要破掉去共款。你有同意无？绝对是安尼嘛。所以讲，咱这理论也知影了后，是平常时你都爱来甲保养。教授讲食较清淡嘞。毋通等下甲讲即摆现主时。是啊。这个温度下降，这是足危险的呢。这是真危险。所以讲还来得及。未发生代志的进程，赶紧来甲保养穿好烧。这天气较凉冷的时阵，衫裤都要穿好烧。佫说来讲，清血就足重要啊。毋好讲咧，有的观众朋友讲我原底就有迄种高血压啦。有人是讲糖分的啦，甚至有的人我有心脏病。你佫尤其是天气反凉冷的时阵，你佫疏于照顾，安尼就真危险嘛所以讲咱教授伫咧讲有机会啦药也有伫咧食，但是呢保养嘛是爱做好到像讲人咧讲红景天啦、纳豆啦、Q10啦、红曲啊，这4种拢总是对着你的心血管有真大的帮助。我头拄伫咧讲的时阵呢，我毋是讲西药无好呢，毋是你若今日如果来讲无西方的时一寡这药的时阵呢，血压压起来时阵都你爱马上爱甲降低啊，若无就变掉去啊。是。
你像讲像这西医的时阵对无吼，那开刀的技术我知影真厉害啦。对啦。吼，你无刮吼，你无家切除的时阵，就放了烂嘛袂用哩。对。但是呢，咱即马有更较最新的这个科技，吼，嘿，除像这个西药，也甲像这个中药之间，吼，一寡只天然的时阵呢，这个制品，你会当来甲度假使用，像这吼，拢种证书呢。哦，你今日讲你好的时阵对无？这无人甲你认定呢，嘛要有这个专家的先来甲你肯定。对。经过人体实验了后，先你甲摕转去食了后，对你帮助真大。唔免讲不是食一寡像这这个化学的药啊，来上着药剂，来害着肝脏。以上。好，来，今日开讲到这健康保恁知哈。来，咱即摆呢要来安排这首叫做《用性命所爱的人》，这是咱宜朗大哥大嫂搁有咱吴大哥、信杰、米子姐姐、川哥、陈大姐收点哦。老师伫咧唱歌，放恁线卡，爱甲恁做服务，电话再甲卡互通，谢谢。你是我所爱的人，你是我用生命所爱的人。如今叫我放弃，绝对不甘。过去你甲我感情无这重，好时时关键将我来放。对你的心内也是抱希望，无论是啥日夜孤单，但愿你会回心转意的痴人，因为你是我一世人唯一所爱的人。是我用生命所爱的人，如今叫我放弃，绝对不甘。过去你甲我感情无这重，你可随时决定将我来放。对你的心内也是抱希望，无论是啥日夜孤单，但愿你会回心转意的痴人，因为是我一世人唯一所爱的人。心内也是无希望，无论是啥日夜孤单，但愿你会回心转意的痴人，因为是我一世人唯一所爱的人。你是我所爱的人。用生命所爱的人。来，谢谢。来，咱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吼，老师爱过来准备哦，咱等下要情歌对唱，休息忙吼，帮您进段广告时间，谢谢。
家庭组我们只有这一个档期而已哦，吼，家庭组你起码给咱买3组，中组的咱这7大盒的，吼，7大盒的哈，7个月，咱来买6个月，算送1个月吼，就才5960块。尤其真侪好朋友食到即马来，尤其是咱的这个咱芳龄甲咱介绍啊，咱这有专利证号的吼，咱的龟鹿鸵鸟精啊，时大讲说啊，无阮后厝边隔壁招招，你同齐甲我寄就好，谢谢。如果你即马来讲同齐寄，同齐甲咱买吼3组大组的。17880，公司佫送你3盒哈，3个月份，无当紧这一次再加码，佫加一盒，所以讲你摕到是25盒，25个月，17880块吼，08008152810800815181，恁趁即马拄月底，你电话卡通甲阮小姐注文，因为。阮无法度马上出货啊，内底佫无货啊，吼无货啊，所以讲你即马订，搞不好你会当讲月初才出就可以啊。有诶时段讲啊，我月初才要出呢，可以，你甲阮小姐讲就好。但是你即马电话一定要先甲卡号通，叫小姐甲你留开，甲你做保留吼。08008152810800815181，我足时间讲咧卖即种家庭组诶时阵，真侪人客拢总事后啊，过几落工啊，才佫敲电话，我要买家庭诶，我要买大组诶。但是时间已经过啊，公司就无搁再收。但是你可以预购，吼，你即摆先甲阮注文开，你会当指定什么时阵甲你寄，安尼了解无？来08008152810800815181。另外，咱的绿豆黄的部分，哎哟，空气污染啦，吼，啊，农药的残毒啦，包括咱即个吼火气即个牙，酷臭，气味足无好的，真侪时段拢家己毋知影呢。哦，安尼，迄某美人，哦，我甲伊讲着话的时阵，哦，气味有够歹，哦，迄身躯内拢安尼有一个味啦。我跟你讲，有诶时段，咱跩爸爸妈妈，药啊食真济啦，都慢性病，即项食3、4档啊，即项搁较久，我食5、6年啊，有诶人讲我食几10年诶，透早爬起来拢爱食一暝，你哪会袂有味？甚至拢会安尼袅袅上整规身躯诶。我甲恁讲哦，食绿豆黄上介好，会袅袅上上的，吼，安尼抹袂好的，食袂好的，你甲食呢哈，清掉，将咱体内底毒素甲清掉，百毒百解绿豆黄。顺果法者，这一盒爱做200几工才做会开，毋是定有，毋是你随时甲我敲电话，观众朋友、老朋友就知影讲，下方人我来敲电话卡去，你拢不当无物件，啊，就定我若发，啊，就足侪人客就一届做订，迄有诶人一届订到4组呢，20盒呢，20盒呢。所以讲，观众朋友，你即马来讲吼，北来火，啊，较无咧流汗嘛吼，来啊，甚至拢足够过敏的这火气真大的这，来2盒就是2000块，买4盒4000，佮加送你一盒，08008152810800815181，来，即马要甲恁讲的，这上介厉害哈，就是阮的糖乐5A。芳龄介绍咱这个糖乐5A啊，专门针对糖的。有的人吼，规身躯拢浸伫糖水内底。毋是无咧解呢，毋是无咧食药啊呢，逐工拢嘛咧食，甚至有的观众朋友讲有啦，吼，但是呢，拢一直控制了袂好势。无论是1型的、2型的，拢总共款。芳龄甲恁介绍的这个叫做糖乐5A 苦瓜生态，伊有专利的，而且呢，伊有8国9张的专利。上厉害就是咱美国光效专利，你甲阮看卖啊！如果爸爸妈妈你若捌字的吼，你看嘛，下底这2撮红字的就好啊哈。伊这苦瓜生态吼，咱的3苦瓜组合增加血液中的葡萄糖甲胰岛素的代谢。抑佫有一项就是讲，咱这苦瓜3山苦瓜也当控糖尿病潜力的方法确立，有厉害无？所以讲，观众朋友。免食足侪项的啦，啊药爱食无？爱食，但是你搁用这来甲保养的时阵，你的药毋免哪食哪当，而且卖关价，你甲试看卖啊咧吼，一组就是2800块，2个月份，2个月份，咱即马甲咱注文，大组你买4盒5600，算5000，搁送你一盒。安尼5000块，1个月份才1000块尔哈。来08008152810800815181的电话叫咱观众朋友卡哈，电话拢讲个卡通，你身体才会健康哈，谢谢。
变啥款？离开你已经有3冬。叫一声心爱的人，我为你的思念，海鸟叫醒我的梦。啊，风雨较大我不知情，上惊心爱去找别人。谢谢，感谢咱玉玲妹妹、郭大哥、来了林大姐、邱萍姐、一龙大哥，谢谢高永蔡太太，8010新朋友，827新朋友，谢谢明山大哥的掌声哦，谢谢。海面全烟白茫茫，孤单的人心沉重。海风吹来想是人，心肝想伊出大人。叫一声心爱的人，不知你变啥款，离开你已经2、3冬。叫一声心爱的人，我为你的思念，海鸟叫醒我的梦。啊，风雨较大我不知人，上惊心爱去找别人。谢谢，感谢咱观众朋友，谢谢咱菊丽姐、董先生、明忠大哥请注意咱的陈妈妈，谢谢咱明山大哥。小等录节目了后，线卡工人芳玲继续给您做服务，2点前久的时间，电话卡开，由芳玲来给您做服务。观众朋友，今日天气较凉冷，明仔载会搁较寒，会记得等下无啊，围巾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戴好，一定要注意保暖哦。2、3冬。叫一声心爱的人，安怎？我为你思念，海鸟叫醒我的梦。